黃醫生啊，我想問下咧，啲女士咧都好着重嗰啲斑嘅，我想問下咧，嗰啲斑可以分幾多種類型啊？咁樣噶？其實咧斑咧係可以分為雀斑啦、曬斑，咁曬斑咧亦都俗稱為老人斑嘅。最常見咧仲有一個係叫做黃褐斑，咁黃褐斑咧佢有好多名嘅喎，荷爾蒙斑啦、蝴蝶斑啦，同埋光斑都係佢嘅統稱。黃醫生啊，咁我想問下咧，雀斑咧係咪做好防曬咧就可以防止到啊？咁或者如果有之後咧點樣可以整淡佢之類嘅咧？其實咧研究發現咧，雀斑咧都有遺傳因素嘅喎。咁咧，如果媽媽有雀斑嘅話咧，有啲小朋友其實可能10幾歲啦，佢哋有時做運動可能都唔會搽防曬，咁就會發現有啲雀斑嘅出現。咁有啲雀斑咧，按研究亦都係因為可能一啲嘅炎症啦，例如皮膚發過炎啊，佢都會形成一啲好表層嘅雀斑。咁呢啲雀斑咧嘅出現，其實唔需要太擔心嘅，因為咧其實通過一啲嘅激光或者一啲藥膏，到佢大個少少，譬如小朋友16、17歲甚至18歲就可以用激光處理㗎喇。但係當出現咗之後，就唔好話唔理佢喎。咁啊，最好做好防曬啦。例如出去戶外活動嘅時候，最好都要戴帽啊，搽防曬，減少陽光對佢嘅刺激，咁樣都好大幫助嘅。收你們來啦！